观念授权客家名录学习，每日一项语新闻。客家背单会副主任背展邱胜伟8月15号来到新竹县竹北市嘅培训国际会议中心出席合总社区定制10年向前期盼揭白新歌发表不同。邱副主委表示，客委会做为揭白嘅平台，希望老财体向前合作，并透过老乡之间和各个部会嘅沟通协调。提供财体四照资源，用来进草案及农业嘅合作环境，同时促进提供产业发展。邱副主委指出，合作社区经济系一种本地化嘅概念，佢嘅目的系希望老资源留在合作，唔單淨係為到提高合作產業嘅產品價值，又格外創造合作老社會嘅連結，韓國社會對合作嘅支持。第擺期盼揭白經濟各鄉鎮嘅經濟不同的指數，老年人口、老客家人口比例達到指標，先天性主間冇影響，腦力間自探鄉、高偏動間高數鄉，甚至希望做為10年鄉鎮嘅示範。以上係客家名錄學人嘅報道。接下來就教大家今本日嘅每日一項語，就是社區。今年社區就期盼當到發通，今年社區就期盼當到發通。你學過嗎？下禮拜講來了。